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玉群阿群妹。当人想到好呀，客家人嘅传统美食就会想到讲乜嘅萝卜板啊、乌板啊，还讲嘅清好食嘅肉板、也条板呢，真係係清传统、清怀念嘅一種好美食。唔過其實好天天唱我都特別盛飯，有陣時每過年過節我就當然請到一條好食嘅板呢。唔過今日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哦，有一個對關係來嘅，韓國佢係對呀用番薯嚟從電路嘅方式來經營佢一條嘅板嘅店、美食店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邀請到位來賓來分享桂香美食坊嘅林桂梅頭家娘分享。大家好，分享，主持人好，歡迎桂梅姐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好，先不用輕鬆一下。請歡迎。當歡喜有請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就像我一開始講嘅，我就當好食一條板嘅啊，美食啦，我咪當上愛比如講我做到苗栗嘅事情，我就當上愛去買到嘅像安樣嘅板嘅，帶種特別本我嘅朋友啊，又係講同事來食。唔過其實當到就係像較傳統嘅包裝，比如講貴太條嘅。唔過就像我對桂香人嘅了解，而買嘅係用像這樣伴手禮的，像電路嘅方式，按用做比較精美的包裝，小型的包裝，用按用嘅方式來賣。也唔係啦，主要係因為哈，因是想講衛生方便不煙黑，哈，煙黑拿在手上的感覺，哎，會有一種。顛覆傳統的那種，對，得到一半的市場買的又溜溜的冇窮人。像我去市場買，一去到我買肉板，其實冇人講我幾多斤，然後我就傻眼，你知道嗎？幾多斤？按樣一大料按樣嘅，菜頭板、魚板攏係按樣嘅方式來買。按用一太陽愛帶種不卡，我又愛，比如講愛切啦，愛拌啊，一下又生唔太按到，我太巧啊，故說一下都唔太生按到，所以用按用細細嘅包裝就係比較精美，按用嘅方式就係，比如講自家不卡是美方便，其實點幾下唔會講，太葱按用切果之後，因為刀子。會有那一個可能會有帶菌，所以還唔好保存。哦，因為你切面如果說污染到了，你黏到嘅，可能會生菇啊，會壞體啊。對，做得咁樣講。然後，我是會發下多嘅時間，然後年店方嘅產品攏做小分量的包裝。對，但是我覺得很特別。古時候我就會想要來問一下桂香姐，像按用哦。當用心啲嘅做板呢，甚至有一啲咧，攞去開創新嘅路。我想唔聽出對板呢對你來講聽出當創業哦，板呢對可能產生嘅時間有當創業嘅回憶，有這樣子的記憶嗎？也沒有，沒有啦，因為是講年做媽媽以後，希望愛食我做得啲講，年啲客家俗來講，物嘅節日物嘅代表性嘅板安樣樣哈，該我是都不下做，本記得安學韓國豆做嘅是搶本日都清片好肉，安樣樣有點像把以前的經驗再個傳承下去安樣。一次一次這樣玩，對，我就開始想講興趣是都要導我產生出來。哇，所以唔係像我講嘅，閒時嘅時間我就當好食板嘅呀，唔係按嘅。喺後輩唔將發現做板嘅嘅趣味到那一片，韓國將正經投入來去做板嘅。主要係因為安樣做，食好食到歡喜，清片好肉的肯定，然後很有成就感。是安樣嘢來，然後對啲板類嘅東西，安攏當堅持。跟你用板學嘅喏，韓食嘅時間。我用板學嘅，一點確實挺多年都好奇。因為你小時候沒有很認真在去學習，或對這個東西特別有感覺。係啊，一講類似思想一個故事哦，安樣嘅呐，就土蛇蚵啊，然後安樣就是聽話講過嘛。
朋友、亲朋好友的肯定，然后我是心讲想，你要做得变成一个事业，好的东西，来做出本家研学安样样。所以就开始自己研究吗？嘿，日摆是跟 Q 进步安样样，嘿，所以全部是七家学的。嘿。哇塞，按用就做得做到按好，还买都有几好啲毛。唐讲也不可以吹爆啊。生理后都是早鸟限定，可以慢通虫就生唔到做得按样样讲啦，就是说，我研学就是咪当相爱啦。嘿，对，按样关系讲到吹爆店，10分的多。传统客家种古手东多。10分多，该按样的店行咪可以度日年。哇，该没经过日摆研学的反应，我们印度了动案哈，就寻求改进。然后本身店出产的产品也唔係講做到上千隻也嘛，因為平均我一條股多。品質當重要吼。係，所以我係堅持是係量愛固定，我係做出好嘅東西俾人學。比如講像剛剛講到嘅這個早鳥限定的吹爆啊，對，沒有人工豬籠版，唔講硬咩。懂哈關公吹爆，呀吹爆後底肚啊，我看到你底肚包嘅係設備嗰種落皮是唔係洗澡嘅，哦，嗰時係用菜頭去測試，你講到咧吹爆是份嘅刀工啊，真見跟皮要懂講究哦，對不對？對啦，按樣講起，人年前係快點，你都研他們愛買物嘅，我係唔定愛買物嘅。哦，真是，這樣子還蠻挺好。因為做按豆板，我唔定內行做主要商品。哦，嘿，然後可能時間到咧，硬着頭皮，然後我就去做了吹爆了東西。嘿，然後雖然我很好。所以我講愛研他當相愛，然後係改進的部分，記得會讓我講。哦，所以可能會有人學識到，我吃到那片做的很較好同工。對，嘿。然後因為你係全部去家了研究你的做法，你就做得低，那大筆做得調整。嘿，按用研哈，按用做當做得一次改進才是可以變成早鳥限定的菜包。當就。日做記得阿婆啊、媽媽嘅個梅頭啦，係安樣嘅，所以冇簡單呢。所以你都研下基本上佢都食了以後，攏會變成主顧啊。哇，韓國有吹爆嘅皮，其實沒冇按過，因為用來做米食嘅一條米有咁多種。係，像你做嘅按用嘅吹爆，你係用乜嘅米來做嘅？啊。已經講到了吹爆的米啊，我是係用糯米撈鳳來米。我知道你咧做按用較硬嘅版咧，我用糯米啦。係啊，唔過做乜嘅愛攞嘅蓬萊米。哦，你係講翻像糯米來講，是咪長到一年7吧？啊，太 Q 誒，太軟咧。太軟啊！冇辦法學，然後你也冇可能，它不會定型。對，因為。各項米嘅個性質冇強韌，所以講糯米摻到鳳來落去。那這個比例其實就是學問了，對不對？啊，開始甜嘿。你吃會幾多擺？算不清楚了。太多邊呢？那個冇誒，我就是差不多怕吃2-3擺咁樣。哦，那你很厲害，高手。所以我前面講，因為各種米嘅個性質，一定要了解。了解以後就做咧清到清正確嘅呀比例來做出清好食嘅呀早鳥限定的菜包。啊，唔過唔單槍，唔單槍呀白色的菜包，另外一種我特別好食按用白色的菜包。唔過我一下菜嘅，我就有下好食呀。
咸咸的捏板了，对不对？咸咸嘛。对，个皮有一些些的咸咸，韩国又带到个捏个米西，也就是有当好食。啊，唔过要两方看起来。冇留到像皮冇共用天天哦，底部嘅料面冇共用哦。嘿，怎么个贴片爱做按样嘅区分哦？按样讲哈，夜班因讲用菜布，我系捞菜布是强下，按样白香香。因讲按样是哈捞茶香。你拍摄呢种嘅是用菜头。黐嘅菜頭去做嘅，啊唔過夜班係用嘅菜布，係有曬走嘅，因為菜布有曬過，它有一股香氣，然後嘅口感沒冇強讓。對，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做出兩種冇強用嘅口味同口感，看起來強用嘅東西，啊唔過曬有新嘅風味哦，對唔對？個皮沒冇強讓啊，因為加熱落去，板皮會很難軟。哦，會很軟，因為鎳東西它就該種嘅作用啊。這個化學變化對不對？植物的化學變化。可能係啦。啊，嗰時唔看哦，也辦呢，伊個美食就做出，也按到紅門到地度。啊，唔過今日還有韓國度嘅內容，我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吼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阿群妹親好食嘅飯咧。有陣時候過節嘅時節當到好食，啊唔過唔係過節嘅時間，我就當接上食食唔到。嗰陣今日有搶到呀，閨蜜寄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剛才已講到呀，這個椰板底度係包嘅曬走嘅蘿蔔絲，對不對？按樣嘅無窮用就本大家有含較多嘅選擇。做得本消費者自己去選擇他們需要的東西。啊，唔講對呀，捏板有一點問題哦。其實捏板當到，它家中也還有很多伴手禮店，全部都有啲嘅賣。啊，唔講看人嘅捏板啊，實看起來當成嘅捏感覺不用當到。因為捏板我是吃到有個捏梅頭，嘿，個蘿蔔青豆啦，哈，嘛個色是肉，對，哈，咁我本身是希望佢有個。看得到個葉哈，咪有皮到個梅頭，我是會落下個葉，我會落下多。多掉。係。啊，唔過不用下多掉，唔會個葉個米太重，也係講會腐係。啊，個會腐是因為因葉啲東西都摘下來因而處理。哦。唔係講上是做得溶。哇。會做乜嘅處理？西牆哈，煮過。煮過。係。哦。大個咧。煮過，煮要半幾下軟碟咁樣嘅。哦。係，試着食要做唔得講煮香草個位旺睇。對。係，做出來嘅葉板就冇人食。唔好看。係。先煮過，又唔做唔得煮太久，再過來喏。然後我會半幾漂下水啊。哦，先浸過水一下。對。然後磨。沒有，然後晾太之後呢，我是會撈去晾東西來。哦，不用晾就做得晾東西來。對。哦，晾東西來，因為呀，你也係這個季節性的產品，今年一年四季都有。每一年頭天未做得有啦，不過最好食的時節都是係啲搶命時間，佢個係嘅香氣。最好哇！故說你嘅搶命嘅前後，你就會留下嘢盡量留下來。在提阿公阿婆哈，嘿，我自己本身沒有種，不過要做啲下冇慳以後，我是冇辦法。啊，記得是為了母愛。哦，我唔講呀，愛種嘅你愛幾多？嘿，你有用到，我講嘿，是因為安永園就有合作。哇，安永親好呢，又做得用呀青菜體嘅東西，又提供其實用蠻重嘅。係安永嘅菜體嘅安永好。
放心啦。对，故说你就老呀1年嘅分量，第呀前面嘅时间全部就先留下来。嘿，记得没？哎呀，双方都还蛮 OK 的啦。哦，就会懂互相信任彼此的感觉。对，就这样讲。对，俺嘅东西不能做出很卡好色的东西。我需要他的，对。然后再个老呀好嘅东西分享俾消费者。嘿，哦，不过唔但唱呀，捏板听听哦，还有另外一个同我头摆底下家中看到嘅舞板的hình呢，完全冇共用。接下来就想要来问一下呀，闺蜜之人嘅舞板做到当定一下，从一讲爱用嘅hình呢。哦。那年他就在讲从身高啊，从身高拜拜个就是我没做得啦，因为我没做那种显示，因为他家中他少看到，他少看到，有看过啲台北嘅夜市有啲嘅卖藕龟壳，那个什么9份那些，对，它就是藕龟壳啊，这个时间拿去煎那样。哦，你舞板讲到见识才是，一点赞，好食，想到后来是不是留下来？真本该 tell you。我不 tell you， 你问嘛该？蒜苗哦，蒜苗加酱油，对，而且是蒜头加辣椒酱，好好吃哦，这口水要流下来了。疫情期间也还做不得生啊。然后我会做因为显示是认为，我希望我念他，佢会当好奇，你好什么？我讲唔怕。你都卖到马上是，不是讲太太了，用切剪，挺麻烦。该念他是了，马上回头的很多。买耶，就做得不用到退底度，就熬一口就好吃，就冇像头白啊，放甜。买一开了又冇办法吃。不念他放甜呐。按用吃色一下，后色的汉白就做再购买。我们附近国光号搭车也很多，他们就会很动好奇落的款，我新客人我说好1个2个都可以，记得买啊，你还有种来，你可以聊你的时间动我体下来啦。对，故说 T P 做按用嘅小小的分量，就像头下讲嘅，就是它唔但像 UV 线、U 缝片，本身卡就做的色类的，又唔会吃到有动到嘅压力。我们是讲爱对我加下多时间去分小块，托马拢系纯手工去做的。故说给形呢，那个月亮的形状，没很去改去按用塑形的。对。哇，对。唔讲嘅东西的底像按用嘅板的呀，其实他们每一种的米嘅披缝全部就不太一样，对不对？跟像按用嘅舞板，嘅米又系用哪条米来做嘅呢？讲到舞板啊，你市面上是有人用风来，有人用柴来，对，比如讲用柴来米做出来嘅口感是会老人的脆头板。它松冇按黏，按用感觉一咬就咬一下去嗰种感觉。佢用糯米啦，风来2行米去泡嘅，是会很软。是会它软一些的，比较有点弹性的感觉。对。故说你可以用糯米桶放落。所以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比如讲我这个是嘅板我希望大行板拢希望佢比较 Q 啦，所以我是会用啲糯米啦，放落2种米。哇，真给你进攻诶，给荷兰叔就进入。今天真的提到太多板嘞，好想吃哦。所以那个人家板的东西是半烟是相讲，对，还有上烟含没事。其实真给久久诶，冇识到位懂上烟呢，这种感觉。因为人家店行的板所以讲挺传统啦。传统嘅面食，所有的板拢系人家的上米而浸过去磨。磨，韩国其实料的咩冬葱油，像舞板嘅料的，俺没吃到冬葱油。该是甜的啦。咩去甲炒嘅？舞板嘛，最主要就甜而有舞啊。舞的因为好色的舞的哦。该系啦，该安尼请该品质下好的舞而又爽。你舞板底部的材料是有舞香菇、舞煮的猪肉，韩国虾米，韩国店行自家炸嘅
风冲天。哦，其實也皮料同誒，家下一開始講到誒，好似跟肉板，同槍對不對？很像。做得講差唔多強樣。啊，唔過板誒有冇強樣板誒，係有加烏嘅板誒。嘿，你要加烏啊。哦。嘿，從愛時候是唔好烏啊，他們記得是好些個漢誒。對。漢板那樣嘅，所以加個烏啊落去是因為我本身咪好些烏嘅嘢。我因為個烏啊有一種特別香氣。香氣。對。真的。所以我做的烏板是。我唔啲蘿蔔啦，我自家是有烏啊哈，一隻烏啊，我會有得切斷一塊一塊。哦。還一種是用切絲。那一塊一塊，然後就經過油去炸過，增加它口感、芋頭的香氣。香氣。係，我會撈個烏味香味帶出來安樣嘢。古說生日嘅烏味，人嘅烏板底度，不會是烏味，生日嘅烏板底度有兩種嘅口感，一種比較有層次，切絲嘅，對，一種係切一塊一塊嚟嘅。哦，所以其實我細個閨蜜真係用心呢，你為到愛本大家做得設立到人嘅烏板嘅層次。其實東東你會說，我就做100公就好。對，唔講你就因為按你去做2多公。對，因為。你係通幫用測試來講哈，因為機器按樣要所有材料會夾強下，因為機器係高，佢會看唔到該烏嘅絲，我所以只用了烏嘅殼按樣嘢落去，讓客人食到唔會講用食唔到按樣感覺，原來係按呢。古說一條全部一條美食都係客家人稱好食嘅，唔過東東人就會講食一條板嘅食體度會有糯米稀，是薄稀啦，對不對？用腸胃唔好嘅人食到可能就會講，哎呀媽嘅肚子脹脹的，怪怪的，對，不太舒服。對，哦，古說因為按呢還有另外一個冇加糯米嘅板呢。哦，但是因為假期板，假期板嘅沒有你，韓式嘅時候完全冇談過。他也以後當啲年來樣係假期板。哦，客家種當到了東西。哦。然後我自家咧做嘅咧老一般嘅，比如講，你下東流行，而去老街逛逛。對，黑糖板、黑糖糕嘛哈。對。記得嗰時按用，現場叫嘅是做得哪一種？嘿，個一年咧，食材講一年咧點紅咧板哈，因為佢發酵嘅時間下長。我係店旁咧是用咧新鮮酵母。新鮮酵母，剛剛咩想問貴雄姐，就是我覺得新鮮酵母對我們來講可能都難了解。想到的酵母就是像那個養樂多粉，有沒有？酵母粉一粒一粒的，對，乾燥的。對，乾燥的。沒嗰種，冇可用。新鮮酵母也沒係做得講係濕性酵母啦。它就像豆腐塊這樣子。對，啊，佢會放到冰箱底度當做在保存。哦，係啊，佢嘅保存期限挺短啊。啊，唔過你貼片用按用嘅酵母來做係做乜嘅？我知道嘅梅頭冇人沖啊。沒有這麼多酵母的那個有一點酵母有一種酒味的感覺。要加個梅頭唔好啊。哦。所以講我會做呢一版咪係。做發板，年節而百姓嘅發板，拍得像一朵花一樣，很漂亮。對，然後佢這個是發板，我講嘅開發為嘅部分特別好食安樣嘅，哦，就會比較 Q， 比較 Q， 因為它發得比較好。做了像是二半嘅飯，你冇發頭做嘅板，這樣咪唔好食。然後因他當到因為來簽咧，叫要做個假期板麼？我又去研究啲東西。哦，然後就做出來一個無糯米，用這個濕式酵母來發酵嘅按用嘅假期餅哦。古時候還有韓卡度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
又复起来咧，我係仲有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關係嘅版呢。唔過吼，阿群妹嘅單元提到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條農事咧，地色啦，古時下來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今日嘅廣式農民啦，愛來搶問誒閨蜜記哦。其實當人買到一條版呢，真都唔卡。有常時係識唔睇，就可能愛留佢變變相。人從冇就講人東，唔過愛識嘅時節就會發現，我真正那因為吃到我嘅板呢，一從全部軟鐵嘞，全部塌塌的，你知道，就是用鐵一片用到我嘅盤呢，滴到那個可能這真的是很悲劇的一件事情真的要得米生啦，買政府卡辦過後，愛用辦加燒加熱，才會好生哦。呢確實有一啲啲嘅技術啦。哦，你下因為呢個，比如講下人老人基本可能買一隻兩隻會買下多，嚇，你啱樣講嚇，比如講像財寶，財寶呢東西叫生誒，嚇，然後我最後按用嘅加熱方式冇強柔，哦，用嘅是爆啊或是浪凍。没有经过蒸熟，对，它就是散哎。对，生的这个菜包，那马上要进冷冻，然后你要蒸的时候是直接放进去蒸，不能做退冰，不要解冻。嘿，我们得走退冰的动作。散的菜包，冷冻过后，冇不给解冻，直接冰到天包嘅底度，不给蒸。对，那个蒸的时间要比较久，差不多1 kg 哎，大概这个大小的话。我们的菜包每一个都是重量都是一样。对，那至少我建议至少一定要有30分钟。30分钟这么久？因为我这个点红就没有按几位时间。我冰到盘的底度也係講明的蛋糕。最好是係明啊，因為盤呢哈，你用撞人出水會跌落去，會酸到個地步，你進去盤它會按用黏黏的。cái sự hiệu nhưng mà lao菜廠是的冇強用，按用嘅係，因為當然他不愛，做啲賣咗係冇賣強用呢，用賣按用嘅，所以我講你當強人，嗰啲一種係熟嘅呢，因為實在係冇是睇嚟2日變冷倉冇關係，係不用下久是建議不用冷凍，不用冷凍你要加熱，我希望你千萬不能拿出來。先冰到冷藏，对，做退冰的动作。先退冰，熟的要先退冰，对，不要本地按用冷冻冷冻的状态去蒸，对，然后你就放进看，电锅还是炒菜锅这样子，尽量用明的蒸，没用明啊，然后你就可以设定时间。像设定10分钟，水滚之后10分钟，水滚不用落去吹10，你时间设停10分钟，吹8分钟，2分钟，盖子焖着，时间都打开了，让它稍微冷却，按用对，冷却很重要哎，一定要，因为好是板的也挺地，对，板很少的是会很黏，很黏呢。对，冷浪的以后是会变 QQ 黏，巧吗？对，我知道，是按用黏哈，所以要一点点的小技巧，嗰時候根本已經好多嘅哦，冇真件嘅特別好，很動好食版嘅，唔過帶陣台北加少以後動接就唔好食咧。它已經脆條球，這個就像液體，全部變之後就是一體狀，對，跟史萊姆一樣。你看到都不會想要吃它了，我還是會把它吃掉。真的啊，因為我真的太喜歡吃菜包了，太喜歡了。你下次到關西來啊？好，冇問題，聽眾一起。好。唔講，我就想來問啊，其實閨蜜記按用做，其實你做得做東多，因為東東人做飯咧，做得做下產量下太大喎。唔過你其實冇做按多，有一點點像是限量在賣。做乜解你嘅聽我按用來經營人嘅生意呢？其實點是愛讓愛調價，好，照新包是還簡單啦，因為那個菜包讓我前置作業，好，那這個前置作業的炒料那些都是讓我愛吃家人去商業做，我要顧個品質，我希望佢終於
就是我的初衷就对了啦。我唔好讲因为讲走得到，然后品质变态。而且你们也只有拜六、礼拜五、拜六、礼拜啲嘅买天天。嘿，拜五、拜六、礼拜，元旦係拜日、拜二天2日啦，其他時間要做。但是因為開店都日年嘛，都到咧唔係除頭時節，除頭要時節啦，冷天時嘅除頭最好些，所以我是讓我會改變時間，做拜五、拜六、禮拜3日。韓國啲農會咩做得買到廿度嘅辦咧？農會做得，我都我店行嘅產品到農會有10年，10年嚟，差不多10年左右啦。10年按久，嘿，咁因為客家係700咪當中名，到農會嘿，農會嘅700是嘿，我都。廿度做嘅哦，所以咧下開店之後咧，午班到咧假期班沒有啲嘅片賣哦。古時候出得安尼啊，過年嘅時節，因為太家人可能拜沒有用辦，還個要有這種年節的儀式感，所以沒有識辦嘅。廿度啲過年嘅時節，沒有特別嘅辦年嘅產品哦。有咁講做天板哦，係過年一天咪要天板嘛。傳統嘅天板。天板嗰時要做嘅紅豆紫米，裡面的餡也都是我自己炒的。紅豆紫米嘅甜板，我還沒有聽過哎，因為有啦，紅豆年糕、鳳頭板有食過啊，鳳頭板第度就鳳頭板聽聽啊，你有冇聽過有加紫米的？不是紅豆紫米粥才對嗎？對，就是這樣子延伸，我就是對，那是想我給在色澤，我就會加紫米進去。哦，讓你去家上哎。嘿嘿嘿。哇，過年人嘅產品類就會很齊全咯。剛剛有講到有甜板、鳳頭紫米甜板，還有呢，還有呢度。還有嗰日本甜板哈，我咪攏係用烏糖去做嘅，叫黑糖年糕。黑糖年糕。還有咧。百姓而用到咧，過年而發嘛，發板。韓國嘅清好食嘅肉板，咪係人家都講嘅漢天板。係漢天板，因為漢天板咪前豆公啦，真嘅。所以呢啲東西我是大體攏係人客，我先甜。哦，而且然後煮穩，這樣做。姑嫂要懂創業哦，因為這個閨蜜記係非常重視品質的。因為店行所有嘅班類冇隔夜嚟辦，全部就會現做。對，我也不冷凍哈，人他耳朵幾多，我手去幾多，沒有，所以沒有就沒有了，沒有就沒有，對。其實我看到閨蜜記，其實你懂堅持做你氣咖嘅版呢。而且你在講的時候，我覺得你很認真，眼神裡面都對自己的產品有一種感覺，想要把它講很好的那種感覺。我知道你很愛你的產品。故說我想講，像閨蜜記同大家來分享做版呢，其實大家就底做一版的輕辛苦。你氣咖吃到做版的嘅辛苦有哪度？因為做了版本身係我嘅興趣啦哈，老闆走後，念他嘅肯定，我看不到那個累，但是講到這個，口氣，對，跟浪天時哈，看到走紅去了，了爆了財報，我等下6點念他是多悶順等呢，所以那種客人念他來哈，因為賣咁多，因為動。會覺得很內疚啦，就覺得啊，我今天晚起了這樣子，好，跟夜天填窗爆，該真對嘿，那個真香的熱氣，一大台工作人員通幫台很拍攝很安永這就是愛許多很辛苦的一點，還是很辛苦啊，唔過因為氣咖。懂中醫做一件事情，可以氣咖嘅興趣，能夠又知道順豐嘅親朋好友全部就懂中醫，然後又很有成就感，小孩子也很喜歡吃。嘅漢板哦，有時候我講在個老安用嘅素衣傳什麼下一台冇？入門過這個冇有啦哈，因為佢沒有個興趣，所以我哋還是開店沒人煙哈。我哋還是天天都緊做。等記到時候下台咧哈，都愛順便自己教佢安樣嘢，
真嘅，嘿，在做点美，真只是都都动动人，动动为贵人这样子，很感谢他们。对，故说我今日好，没真见到什么闺蜜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好色的版的，韩国人去家做版的个故事。故说我们同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分享哦，什么大家今日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接下来做运动哦。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